慢点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这王妈妈得了重疾，樊小妹跟朱小妹打算带王妈妈出去看病。大爷，王妈妈刚才吃多了东西，不小心生病了，你让我们赶快送她去医馆吧。走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谢谢你啊。小师妹，怎么样？叶哥哥，你这也太像了吧！不光这个长得像，举手投足、声音、样子，所有都太像了。怪不得武师傅老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那是，小师妹，咱们只要拖2个时辰，我想大师兄他们就该出城了。到时候咱们再溜之大吉。知府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可还要添菜？不用了，别再过来打扰我们了。是，奴才明白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哇，哦，这面具戴着太难受了。叶哥哥，咱俩一块吃点吧，要不然这么多菜白白浪费了。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就好了。小师妹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打扮呢，真漂亮。这件衣服啊，我穿上都别扭死了，多难看呀！你还觉得好看？可是只有一件，不穿也不行。哎，我刚刚穿了孙福换下来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穿我的吧。那哪行啊？咱们只有2个时辰，就得穿上这身打扮出去。你得扮成孙福，大摇大摆的带我出去呢。这换了衣服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呢，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，我都一定会保你安全的。叶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错什么，师傅骂我，哪怕朱哥哥也会对我凶，可是你永远都是向着我的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觉得我跟大师兄，你更喜欢哪个？这个嘛，我倒从来没想过。朱哥哥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我好的。在我心里，你们2个都是我哥哥，没有区别的。哦，哎呀，能在你心里跟大师兄一样的地位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叶哥哥，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我什么眼神啊？我感觉你的眼神有一点点伤感，这样看着我特别不自在。小师妹，你还能看出我眼神有些伤感，我很知足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，尤其不能跟大师兄说。为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咱们5个不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吗？哎呦，我的好欢妹啊，你还真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啊！在大师兄眼里呢，你是他未婚妻；在明之谷所有人眼里，你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。所以，我刚刚其实对你说的那番话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。所以，这只能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了吗？叶哥哥，既然你也觉得说那些话不好，那以后你就别说了，因为我听了也挺不自在的。好，以前我没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说，行了吧？哎呦，知府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不能办呀！快搬！所有值钱的全部搬上去。搬上去。
知府大人，您是昨天晚上喝了酒还没醒吧？你这把我春风院的财产都充了公了呀！你们拐卖良家妇女，逼良为娼，没有拿你问罪，本官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知府大人，您不会忘了我这春风院幕后的老板是谁？少拿幕后老板来吓唬本官，本官还就不信了，还有胆敢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的。知府大人，您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了，知府大人之前是为了查清案情才在你身边周旋，如今有了我这个证人，留着你没什么用。就是你！我说，你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让他一晚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错，就是本姑娘。怎么了？好啊，你挺有本事的，你就这一晚上就把知府大人迷得服服帖帖的。大人，院中所有财物都已经搬上了马车。好，出发。大人，你别走啊！大人，你这个老巫婆，谁让你仗势欺人、为虎作伥的？你别走！走啦，老巫婆，走喽！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别杀！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把春风院的衣服和首饰全都洗劫一空，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，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。哪位小师妹在执行任务中，还会想着谷中的姐妹们？这个簪子最漂亮了，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。回谷以后啊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都要留给樊姐姐。小师妹，记得你小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会跟雪师姐抢，反而不跟樊师姐争，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师姐。现在长大了，还是想着樊师姐。哎，其实在我心里呢，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小的时候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，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，很自卑。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，我就想着呀，等到京城以后呢，我一定帮她找到冰肌雪肤养颜膏，治好她脸上的伤，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。小师妹，虽然大师兄和师傅们总是在批评你，可是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，最善良的。后面那几条狗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出城了，等到僻静的地方，我就要把他们打发了。那你自己行吗？不用管我，在你心里，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？哎，不是的，叶哥哥，我是怕万一打起来，我不是帮不上忙吗？不用你帮忙，保护好你自己就行。停车！为何停车？大人，您究竟是要去哪里啊？这里离袁州都已经有5里多路了。我是要到郊外找一处庄园，好安顿我的美人啊，顺着这条路走就是了。可是大人，您今天的所有举动有所反常啊！您明知道春风院的后台老板是中堂大人，居然还将院中的财物全部扣押起来。眼下这荒山野岭啊，真是越走越偏僻啊！放肆！本官行事用得着你对我指手画脚的吗？卑职不敢。不过昨日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大人，卑职心下有所疑虑。不知现在的大人是不是也是被人冒充的？难不成你在怀疑本官的真假？卑职敢问大人，卑职的小名叫什么？当然是叫旺财了。你一见到本官只知道摇尾巴，不是条狗还能是什么？小师妹，先走。叶哥哥，可是我不会下马车呀！
这样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呀。马儿，咱们现在回去救叶哥哥好不好？走。走啊！走不走？再不走我打你了啊！嘿，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，跟我这么像啊？你逼我的啊！走吧你！驾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把他们带回衙门，再逼问大人的下落。欢妹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还好只是皮外伤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，还连累了叶师弟。大师兄，你就别怪小师妹了，她你是担心我，才会去而复返的。你呀，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你自己先撤，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，否则就不是讲义气，而是愚蠢啊！樊姐姐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我特意给你选的，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，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漂亮衣服呢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再漂亮的钗子，给了我也是浪费，还是把它留给雪姐姐吧。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。樊姐姐，你别这样说呀，你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。你不用难过的，我的脸和你无关。师弟，你这脉象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，难怪你连孙府的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。我这次来元州之前，有一天晚上练功，不小心走火入魔了啊！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，出手相救，我才躲过一劫。不过，还是受了点伤。我是怕大家担心，所以让雪师姐不要告诉你们。只有练功时心神不宁，才会气血乱行。叶师弟，你不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们吧？没有啊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叶师弟，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救下一欢，我很感动。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未婚妻，你未来的嫂子。客气了。倾城，你的伤好点了没有？已经好多了。大师兄，你替我吸出毒血，没有大碍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你为我那么奋不顾身，大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。只要你能安全，一切都好好的，我受点伤一点都不重要。真没想到，小师妹一个人就完成了擒获孙福的重任。是啊，他虽然偷懒，却是胆大又心细。大师兄，
只要你提到小师妹，你的眉梢眼角都是笑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一早还要赶回明珠谷呢。嗯。奇怪，怎么会有马车来？该不会是我们的地点被暴露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还没好。我不放心你啊。六师傅，他不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元州？师傅一定是看到了我们留下的暗记，就追了过来。六师傅，太子，倾城，师傅，总算找到你们了。太子，明日你带车中人一起回明珠谷，把他交给靖王。记住，千万不要伤害他，更不要放跑他。六师傅，这车上的人到底是谁？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六师傅，这女子究竟是谁？怎么跟倾城长得一模一样？她叫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剑的独生女儿。她是此次入京待选的秀女。我一直在暗中跟踪她，本想着她入了京，倾城和你们也回到了京城，到时候再找机会下手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她今夜途经元州，在城外住进了一所驿馆，所以我就提前把她劫了过来。六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从今夜开始，倾城就是舒婉心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倾城顶替舒婉心进宫选秀？不错。想要查出童霞的下落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进入皇宫潜伏，而这一次是最好的机会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大师兄，这个计划不是六师傅临时起意，其实是诸位师长们早就集体商议过的。这些年来，我除了和你们接受同样的培训，也在暗中学习如何在皇宫中潜伏。2年前，师父们得知舒婉心和我长得相似，就已经在暗中让我模仿她的一举一动了。可是，如果你真的进了皇宫，被康熙选中，你就要成为他的妃子。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为了给先帝报仇，为了光复大明，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性命，我又怎么能在意一己之清白？好了，时间紧迫。倾城，你随我一起回到舒婉心的驿馆，潜入她的房间。如果被人发现舒婉心不见了，那这个计划就不可行了。可是，倾城受了伤，还中了毒，身体还没有恢复。还好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倾城，就辛苦你代替舒婉心回到她的房间。当然，我也会伪装成舒婉心的贴身嬷嬷来照顾你。等到了京城，基本上你的身体就可以恢复了。六师傅，大师兄，我知道，大师兄关心我，这对倾城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可是眼下，顾全大业为重。啊，对了，太子，请你转告靖王，让他务必将舒婉心软禁在明珠谷，切记不要放跑了他，不然倾城会有危险。倾城，师父，委屈你了，我们走吧。
李定国，我孙福既然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就随你吧。孙福，你做出这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模样，演给谁看的？我问你，我儿四星现在在哪儿？他是死是活？是不是你把他出卖给清廷，才换得了现在的顶戴花翎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李定国一世英雄，却是一个不明大事的糊涂人。你以为你儿子跟你一样愚忠吗？当初平西王攻入滇都，你为了护送永历帝逃离，不惜杀妻杀女，早就伤透了李将军的心。夫人，李定国欠你的，余生一定相还。爹，你太冷血了！你居然杀了你结发20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！李将军带着我等，护送永历帝和皇后到达了你指定的地点，留下了所有的士兵和护卫与你接头，却带着我等几个心腹将领离开了。诸位都是与我李四星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，如今我已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想替诸氏争夺这天下了。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。诸位，你们是想继续为诸氏卖命，或是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，甚或是投靠清廷，都由诸位自行决定。现在，我李四星正式与大家别过，从此各奔东西吧。将军，将军，胡说！我不相信我的四星会就此离开我。就算他心里怨我恨我，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杳无音讯。一定是你早就把他给出卖了，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遭你的毒手了吧？我知道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。不过，我能偷着享这10几年的福，不亏了。总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，就由你了。混蛋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嚣张？快说，李将军到底现在身在何处？好，我说。其实，李将军早就投靠清廷了，和我一样，改名换姓，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呢。住口！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挑拨离间！李定国，心虚了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李将军对你杀妻灭女的冷血极为不满，他应该会报复于你的。想不到10几年过去，你更加疯狂，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假扮青楼女子色诱于我。莫生，你居然敢自作主张！莫生，你怎么把孙福给杀了？靖王，此人自是必死无疑，爹是说什么也不会透露实情，只会满嘴胡言，损害小师妹的名节，倒不如杀了干净。可是至少也要问清楚清廷的一些情况再说呀。他说的话能信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呀！爹，你不知道这个孙福有多可恶，他居然在妓院里欺负小师妹，现在又来诬陷李将军。爹，人家没有，他进来的时候已经醉得不行了。够了！都怨你擅自行动，差点连累了师兄师姐们。要不是你将功赎罪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再不许你踏出明珠谷半步。爹，一欢知错了。一欢这次出谷还是有收获的，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几位师长老是逼他努力学习练功。正所谓学到用时方恨少。一欢，以后你得吸取教训，多跟师兄师姐们多学点本事。知道了，义父。把他抬出去吧。
这个孙福死有余辜。不过莫生，以后再行动的时候，可不能这么鲁莽了。是，莫生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冲动了。莫生平时做事啊，还是挺冷静的。可遇到易欢的事，他就沉不住气了。这些孩子呀，咱们是看着长大的，他们心里想着什么，咱们这些做师长的怎么会不明白呢？不过孩子们，你们要切记，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找到铜匣和1号金钥匙，拿出藏宝图和义士的名册，这样才能壮大我们联盟的力量，切不可为了儿女情长而耽误了大事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徒儿谨遵师父教诲。好了，你们即刻回到京城，继续完成2项任务。老板。哦，小兄弟，你总算来了。龙三少爷一直在找你呢。我家里有点事儿，回趟老家，昨天才回来。哎，你赶紧帮我通知龙三，你就说今天晚上我在京城第1酒楼等他请我吃饭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告诉他。老大，你这一走就是2月，也不通知小弟一声，害得小弟是日日替你担心啊。我走的时候本来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我哥哥把我拦住了，说要赶路，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？不过呢，现在已经解决掉了，没事了。解决了就好。来，小弟敬你一杯，算是给你接风了。干了。哎，对了，龙小弟，你下次如果再有急事儿的话，你就派人去东14胡同的慈航药铺找我大哥，我大哥叫李建清，郎中。好，座谈问诊的。我记下了。哎，皇上有没有查到那个勾结鳌拜的内奸啊？暂时没有，宫中太监有几千，能接近皇上的又有几百，大肆追查的话，只怕会引起鳌拜的注意，所以皇上也只能暂时隐忍了。哎呀，我查一查你的毒解没解嘛？来，让本大仙给你测一测。不错，你的毒已经解了。皇上的呢？当然也解了。皇上龙颜大悦，说呀要重重的赏赐你的。真的假的？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我发财了！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啊，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带了好多东西，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。我看到他们开心，我就特别开心。看着老大的笑脸，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。不过，这皇上毒解了，鳌拜会不会起疑心啊？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再害皇上啊？你小声点吧，皇上哪有那么傻呀？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，掩人耳目了。再说了，近日元州知府突然失踪，鳌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，没空顾得上宫里的事情。元州知府失踪了，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？很难说呀。近日明珠谷的乱党活动猖獗，这元州知府失踪之事多半与乱党有关。鳌拜已经加大了对乱党的清剿力度。老大，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侠仗义，可最近这段日子你可得千万小心，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知道了，龙小弟。吃吧。吃饭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清廷突然下旨给吴三桂，让他将当年我父王的所有遗物，无论大小，无论贵贱，全都上交给朝廷。
可永历帝被吴三桂已经弑杀了这么多年，清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要吴三桂上交永历帝的遗物？应该是为了那1号金钥匙。当年我父皇手上的那把金钥匙，最后落在了吴三桂手里。吴贼虽然不知道金钥匙的作用，但见我父皇贴身收藏，想必不同寻常，所以就没有上交给朝廷。如今清廷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铜匣的秘密，又不想惊动吴三桂，所以干脆让他把所有的遗物都上交给了朝廷。那吴三桂会把金钥匙交出来吗？这也不一定。如果吴贼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，那他未必肯交；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他应该不可能为了一把金钥匙而冒着抗旨欺君的风险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滇都的内线传来消息，吴三桂已经命令他的二儿子吴应奇押送父皇的遗物进了京城。叶师弟、樊师妹，你们2个人去跟踪吴应奇的车队，想办法打探清楚那批遗物当中到底有没有那把金钥匙。如果有的话，立刻想办法拿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。怎么了，叶师弟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留在京城，陪大师兄一起寻找铜匣。叶师弟，你留在京城，只怕不是为了帮我找铜匣，而是舍不得某个人吧？大师兄，你误会了。叶师弟，大师父说过，出谷之后一切行动要听从大师兄的指挥。再说，从吴应奇手中拿回金钥匙的任务也很重要，怕是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同樊师姐一起出发。哎，小师妹呢？怎么不见她呀？她去见龙三了，我让她去打探孙福失踪以后清廷的动静。龙小弟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怎么，大哥，你是信不过小弟吗？怕小弟把皇上给你的赏赐动手脚？不是，我只是太兴奋了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元宝，这太幸福了。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分你一半。那可不行，是你解了鳌拜给皇上下的毒，我要是动了这些赏赐的话，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皇帝小儿不会知道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大哥了，小弟真的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？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？啊，大哥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给你了啊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别怪我。好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，最讲义气了，有眼光。哎，大哥，不过你要的那几副药材，我已经找人在配了，有几味呢，确实宫里也没有。宫里都没有啊？不瞒大哥说啊，这宫里边啊，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什么都有。就拿药材来说吧，珍稀的药材、不常用的药材，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给你办妥了。还是龙小弟讲义气。站住！又要去哪儿啊？我存粮没了，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。就知道吃。你知不知道，
孙福失踪以后，清廷上下有多震动，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。知道啊，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早就死翘翘了，怕什么？你呀，本事不大，胆儿倒挺肥的。现在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，不要说是元州，就连京城，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探。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就出去买点吃的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。你还记得元州春风院的老鸨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日我跟叶哥哥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，那个老鸨呼天抢地、撒泼打滚的样子太有意思了。抢劫妓院，亏你想不出来。每次行动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轻重。当时情况那么危急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听说那个老鸨进京找鳌拜告状来了，你要是碰上了，你以为啊，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，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？猪哥哥，京城那么大，怎么就被我碰上了？那也太巧了吧！万一碰上了怎么办？万一碰上了，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。反正在咱们几个当中，我的轻功是最高明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来追我呀！回来。香，烤鸭来了。放这放这。爷，您慢用。就等你了，走一个。客官且慢，客官且慢。对不起，这盘烤鸭呀上错了。哎，给我放这儿。没上错啊，我也点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隔壁那雅间的客人也点了烤鸭，只不过不凑巧，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。那这也是我的，我先点的，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。客官您看这样，今天您的菜钱我给您老打个8折，另外再送您老2个好菜。呸！谁要你打折？小爷有的是钱。看到了吗？真金的，拿去拿去。客官，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，小人实在是得罪不起，还请您老多多包涵。你才老呢，你才老呢！呸呸呸呸呸！这还天下第一酒楼呢，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势利啊？我不管啊，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。得罪得罪，这鸭子我先端走了。给我！松手！是谁抢了被中堂大人点的鸭子啊？拿走拿走吧，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，拿走吧。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，我们还能要吗？天哪，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呀？是你？不是我。小丫头，上次在我春风院，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。老娘我阅人无数，就你这点小把戏，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？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给我抓住他！
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数尽